世界盃亞洲區外圍賽，香港喺第5場賽事作客不丹，苦戰下驚險拎到3分。驚險係因為白衫嘅港隊雖然控球指數以至埋門機會都係高過不丹，但總係未能夠化為入波。機會唔止一次，但係就卻一次又一次流走。喺海拔超過2000米踢波，球員喺高原環境之下，跑動力往往比平時跌1至2成，身體脫水嘅情況都係比平時快。加上比賽嗰陣落住雨，令呢一個仿真草場變數更大。港隊教練金判坤賽前講到明，作客不丹唔係大家想象咁易。喺旺角場大勝7比0嗰一仗，亦都代表啲咩？的確地，大勝一幕未有再現，但係港隊苦戰下，總算達到目標。完場前1分鐘，陳少琪接應角球頂入全場唯一入波，港隊就係靠呢一球小勝1比0。無線電視記者文宇軒報道。